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Go》好吧，我是民族。講到這個扁食偏心，我相信呢，各位觀眾朋友應該都非常喜歡吃，對不對？所以今天明珠就教大家來看看，怎麼樣做出好吃內餡的偏心頭。好，我現在呢，先把我們準備好的絞肉紅蔥頭調味一下下，我要放我們客家的那個梅乾菜。這個呢就是一個靈魂佐料。今天呢，我們主要教大家的兩個詞啊，就是很重要的配角，就是第一個是這個芹菜，就是叫做芹菜，芹菜。第二個呢就是香菜，就是叫做演習耶，演習耶。然後我們今天要融合客家元素，所以我剛才放了這個梅乾菜進去，所以呢吃起來會有一點點回甘，而且重點是味道會很足，是天然的。我待會就不用特別去調味了，我剛才只有加一點點胡椒粉下去，讓它提香。哇，你看我的偏心都已經做好了，接下來呢，我把它放進去來煮湯了。不過我們先來學一句客家話，就是餛飩湯加點香菜很好喝，偏心頭參到演習的東後食。哇，你看。一顆一顆的在鍋子裡面，有沒有很像是金元寶？我們再加一點點香菜，就會更好喝嘍。好，先請你們吃吃看。媽媽覺得呢？很好吃，謝謝。你們是客家人嗎？不是，不是。那其實啊，剛才最後面我們放的香菜啊，這個香菜的客家話講法就是叫做演習耶。演習。對，哎，媽媽講得很標準耶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呢，我們手做 DIY 這個餛飩哦。你有沒有發現，其實呢，如果自己做的話，你想放什麼料，吃多少料，都可以盡情的把它加下去。當然了，我們認識了新的詞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就是芹菜，芹菜，芹菜。第二個呢，來看到就是香菜，演習耶，演習耶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到一整句話，來看到餛飩湯加點香菜，很好喝。偏心頭參到演習嘅當好食，偏心頭參到演習嘅當好食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多多練習，包括你的廚藝也要一起進步哦。我們下次見吧，拜拜。